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为着宗教法回到立法院，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率队迎接到前院长登来后头厝。前几天，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党团协商鲍坤基无来，民进党的立委质疑鲍坤基去香港，唔知是去甲遮见面，阁唔知是去讲啥。鲍坤基是反击讲，一切拢是依法行事。手小姐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，和你登来立院后头厝，和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基为了宗教法召开记者会。鲍坤基表示维持国民党运作，只是就伫咧前一天。接下来的协商，那如果说国民党党团的这个总召、副总召不在的时候，那到底协商算不算数了？鲍坤基煞无参加党团协商，因为伊人无伫咧台湾。伫咧面册播出，和太太花莲县长徐金惠坐伫咧电车推广花莲观光。他们为什么一直要挡？理由很简单，大家去看一下傅昆萁现在人在哪里，他昨天去了哪里？那对于我们到任何国家或地区去，也都是按照我们国家相关的法律来进行。所以我再一次的强调，不要以讹传讹。固定礼拜五，硬走关选办法，搁伫咧机场落到暝。立法院长韩国瑜到协商，落尾传出韩国瑜私底下讲过，我无意识立场，敢讲你答辩讲走关，我就爱硬走关。这个答辩表决，敢讲拢爱做到，亲像国会职权修法共款。你们就喜欢移花接木，我当然知道了。身为立法院上大党的党鞭，鲍坤基的一举一动，拢叫大家大大检视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